30歲前嘅我，成日將食極唔肥掛喺口邊，1.77米嘅身高，65公斤嘅體重，下顎線分明，成日俾人笑係馬騮光。30歲後嘅我，飲食唔節制，作息唔規律，體重直線上升，肚腩大到阿媽都唔認得。朋友嘅相簿入邊，唔好話下顎線啦，連頸都要用放大鏡先揾到。而呢個就係79公斤嘅我。但係4個月之後嘅我成功減咗10 kg， 下顎線基本回歸，成條頸都翻嚟。曾經俾人笑係馬騮光嘅我都開始有肌肉線條，而做到呢個效果只係改變咗我幾個習慣。咁我覺得今次減肥最成功嘅一個原因呢，養成飲食控制嘅習慣。但係喺第一個月呢，我呢樣嘢係失敗嘅，因為我嚴格控制咗自己嘅飲食1個月之後呢，第2個月我係完全放縱咗自己，想食乜就食乜。醫生話：你飲得就飲，食得就食，最緊要開心㗎嘛。我又重新開始飲食控制，咁後尾就成功減咗10 kg。咁點解呢？就係第一次實在係太嚴格啦，168啊、204啊、生酮飲食啊。我想提醒大家一句，如果你係一個咁耐以嚟都冇試過飲食控制嘅人，我覺得對自己唔好太大要求。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養成呢個飲食習慣先。咁我自己係點樣做到飲食控制嘅呢？我首先要將飲食控制呢樣嘢極簡化。你上網睇任何嘅減肥方法都好啦，減肥無非2樣嘢。第一，保持熱量赤字。你身體消耗得比你食嘅要多嘅話，咁長久以嚟一定係會瘦噶嘛。第二就係增肌，肌肉就係提升你代謝嘅最好方法。好多人每日淨係做有氧，每日做有氧，的確係瘦咗，但係佢肌肉都跟埋瘦咗落去，咁好快食下又會肥翻。所以我自己個人目的呢，就係喺保持熱量赤字嘅情況下，盡量保留翻啲肌肉。可以唔使煮嘅我就唔煮，可以叫沙律嘅我就叫沙律，可以即食嘅我就即食，因為我自己知道自己咩料。如果你咁多年嚟都唔係一個勤力嘅人，你話突然間你要做到好似科學家咁精準，唔知你做唔做到啦？我就做唔到嘅。只要嗰樣嘢越簡單，我可以養成習慣嘅可能性就越高。所以呢2個月我冇煮過任何一餐健康餐俾自己，我大多數都係叫沙律，食即食雞胸肉。咁俾大家睇下我個雪櫃，雞胸肉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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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雞胸肉，韓式辣醬嘅雞胸肉，鹽味嘅雞胸肉，泰式辣椒嘅雞胸肉，有三文魚。咁呢個呢，就係我飲食發覺，喂，真係頂唔順啦，想食少少零食嗰陣嘅雪條。咁我覺得唔過分啦，大哥。我以前嘅雪櫃入邊全部都係雪條嚟嘅喎，偶然食個雪條，冇嘢係嘛？咁如果你係住喺澳門嘅呢，冇收沙爹雞廣告費㗎。我幾推薦呢間嘅沙爹雞啊，咁就係又係朋友做 gym 嘅朋友介紹嘅。佢有即食三文魚啦，即食雞胸肉啦。嗱，咁呢個咧就係香蒜豉油啦。咁你見到除咗香蒜豉油呢，我仲有鹽味啊、韓式辣醬啊、孜然味啊、泰式酸辣啊。咁每日呢，我就會揀一個聽日想食嘅，夜晚將佢由上格放落下格。咁第2日做完運動啦，或者肚餓嗰陣呢，我就會由下格攞出嚟解凍，咁就食得啦。咁我每日大概食1到2塊嘅啫，睇情況。咁就配合埋沙律，咁呢個就蛋白質嘅補充啦。咁沙律呢，就大多數都以蔬菜為主。咁沙律呢家嘢你嗌外賣就乜都搞掂㗎啦，呢個唔使點講啦。睇你哋自己中意食邊間就食邊間啦。咁你長期只要保持喺一個唔係太盡嘅熱量赤字底下，好多做 gym 嘅朋友同我講，其實你係唔做運動你都會瘦嘅嚇。但係如果你係想瘦得嚟身形好啲呢，咁就要配合埋運動啦。咁係咪完全唔食宵夜啊，唔食 M 記啊，所有油炸嘢唔食呢？咁其實唔係嘅，我都會食啊。只不過食得冇以前咁過分啫。我偶然1、2日唔食嘢，其實係唔會瘦噶嘛。咁同樣啦，如果你每日都保持呢個健康嘅飲食，食沙律、食菜、食夠充足嘅蛋白質、做運動，你日日都咁做，老實講，唔通你食1、2日就反彈咩？我要保持嘅習慣係要有熱量赤字啫。你如果要減肥，要學識睇嘅就係標籤啊，佢寫咗每一支係幾多卡路里，有幾多蛋白質。幾多碳水幾多糖嘅。咁我其實自己上網睇過啦，你只要保持熱量赤字，偶然食下零食，問題係不大嘅。減肥係一個長時間作戰嚟嘅，咁你偶爾有時候頂唔順，食1、2條，總好過你最終好似我第1個月咁，完全頂唔順啦，就開始直頭放棄咁啊嘛。你後尾學識睇後邊嘅營養標籤之後呢，其實你好自然就會放棄咗某一啲熱量炸彈嘅。你會發覺，喂，唔對路喎，呢包薯片嘅熱量係等於成塊雞胸肉。等我一陣，哎呀！
呢個我嘅第二個幕後功臣就係有15克嘅蛋白質。咁呢個呢，就係我真係頂唔順啦。食零食嗰陣呢，我都會食嘅。嗱，咁我自己就買咗好多唔同款嘅。如果真係改唔到食零食嘅習慣，咁我起碼將佢變成健康少少嘅零食啊，好飽肚嘅呢個就。呢個係我頂唔順嗰陣先食嘅。咁佢都係算係精製食品同精製碳水嚟嘅。咁都不宜多食。雖然佢好過好多熱量炸彈，但係都不宜多食。咁你哋可以自己上網揾下啦。蛋白棒，最後戴翻個頭盔。咁我唔係專業嘅營養師啊嚇。如果睇緊呢條片嘅你呢，係個營養師啊，又或者有更加好嘅飲食建議，你都可以留言話翻俾我聽。喂，其實我飲食習慣有啲乜嘢可以更改一下會更加好啊？又或者有咩錯誤嘅地方呢，都歡迎喺個留言板入面指出嚟俾我聽。咁啱先講完呢個飲食嘅習慣啦，跟住落嚟就係講呢個運動嘅習慣啦。先講結論，我呢2個月係冇去 gym 室，冇做有氧，淨係做半個鐘嘅重訓嘅啫。我自己嘅首要目標係養成運動習慣。我第1個月都有將做運動呢個門檻拉到好高，但係好快就會放棄，因為我本身冇運動習慣嘅人，每日都咁辛苦嘅話，你好快就會放棄㗎啦。所以跟住落嚟呢，我就會分享俾大家聽，我係點樣養成呢個習慣嘅。首先第一，我冇報 gym 室，點解啊？因為 gym 室實在太遠啦，所以我決定喺屋企做運動。我個房門就喺呢度嘅啫，行到嚟出個廳，大概5步路左右。如果我咁樣都養成唔到做運動嘅習慣，咁就去乜鬼嘢 gym 室啫？冇報 gym 室，當我想做運動嗰陣，隨時可以做到。而且有時候我啲健身器材啊、瑜伽氈啊嗰啲呢，我直頭係唔會收埋嘅。學原子習慣話齋，如果你想養成呢個習慣，盡量將佢放喺啲當眼嘅位置，等佢越容易做到就最好嘅。就一定唔會有 gym 室咁多器材可以刺激到所有肌肉嘅部位嘅。咁我自己呢，就係做3分法嘅。第1日練胸同埋三頭，第2日練背同二頭，第3日練肩同埋腳，第4日休息。咁就重複又重複嘅啫。我屋企做運動呢，覺得啞鈴係一定要有嘅。咁除咗啞鈴之外，我又買咗啲乜嘢健身器材放屋企？有啲咩係買到中晒伏嘅？有啲咩買咗翻嚟之後覺得係點解唔一早買嘅呢？我覺得瑜伽氈呢係一定要有嘅。唔好問我點解分紅色，我攞消費積分換嘅。唔使錢。呢張可以調位置嘅，有啞鈴凳，有啞鈴嘅話，我好建議睇一個叫做拳叔啊，好詳盡嘅一條片，介紹晒所有嘅動作點樣做嘅。咁啞鈴呢，我就買咗2次嘅。首先第一次呢，睇落好美好啊，但係其實係好唔實用嘅。好似我好專業咁樣。位扭做一扭，我扭得咗，另一邊要轉又要轉攞出嚟，又另一個再扭上去咁樣你先好換到一個啞鈴。然後啦，你又要做下一個動作啦。喂，我舉唔起喎，你又要再換，搞唔掂。所以後邊嗰2個月我完全冇掂過呢嚿嘢啦。取而代之嘅咧就係一個新嘅啞鈴。呢個都係一個做 gym 嘅朋友介紹嘅，非常滿意啊！呢個就係我覺得必備嘅啞鈴神器啊，10 kg。我只需要放翻入嚟，再扭多2下，又變重翻。比起呢扎嘢放喺屋企，呢個實在慳太多位啦。咁好啦，到咗最後咧，就講一啲有關運動用補劑嘅選擇。既然我運動都做足啦，飲食控制都控制好啦，咁如果後面因為啲營養跟唔到，或者每日食夠個蛋白質食唔夠，咁就好似好蝕底咁款。所以咧，從我開始減肥嗰陣咧，我已經上網揾咗有關所有健身用嘅supplement，咁你一揾可以揾到10幾種嘅。咁我自己最終得出嚟嘅結論咧，3樣嘢係必備嘅：補充蛋白質嘅蛋白粉啦，做運動前用嘅補給，同埋呢個冚世界供應好用嘅肌酸。咁就唔知係咪吸引力法則啦？啱開始諗住減肥嗰陣咧，唔夠2個禮拜咧，我哋嘅金主爸爸咧就有發 email 俾我，再次感謝我哋嘅金主爸爸。咁 NatureCan 咧就係一個全球性嘅健康品牌嚟嘅，喺2019年嘅5月就喺英國嘅曼徹斯特創立。佢哋又提供咗多樣化嘅健康啦、美容啦、健身相關嘅補劑嘅，依家喺全球70幾個國家咧都已經有售噶啦。我首先推介嘅咧就係呢個蜜桃冰茶味嘅分離乳清蛋白啊。咁蛋白粉我相信做健身嘅人好多都有食開噶啦。咁我自己咧就係食每公斤1.5克嘅蛋白質嘅，每日做運動之後。咁佢呢個每一份咧就有20克嘅蛋白質啦，再加埋 sugar free 嘅。咁佢分離乳清蛋白最好嘅地方咧，高蛋白質，而且佢嘅碳水同分係近乎0咁滯嘅。而我覺得佢最正嘅地方咧係蜜桃冰茶味，因為我之前其實有試開另外一隻蛋白粉，不過唔好攞出嚟。我之前食咧有試過2種蛋白粉嘅，咁一隻咧就係純好似好稀嘅牛奶味，另外一隻咧就係有隻好奇怪嘅朱古力味。咁我一開頭都冇諗咁多，我覺得所有蛋白粉應該都係咁嘅味噶啦。直到我試咗呢隻，我初頭見到佢蜜
桃冰茶其實有啲驚嘅，蛋白質嘅味溝埋蜜桃冰茶嘅味會好奇怪。點知我第一次試就翻唔到轉頭啦，完全係蜜桃冰茶嘅味嚟嘅。我好偶然咧會沖完之後就直接放落雪櫃先，然後攞出嚟就直接當嘢飲咁飲。而且佢一份咧其實得87卡嘅啫，比起一隻蕉或者一杯 latte 仲要低卡。如果你本身有食開蛋白粉，而且對味道有要求嘅咧，我強烈你試下呢一隻，真心好飲。而呢個咧就係芒果味嘅 pre-workout。咁我做運動咧基本上都係朝頭早嘅，而我上網睇過最有效嘅運動補劑之一咧就係咖啡因。但係我自己係好唔中意飲咖啡嘅。呢個咧 exactly 就係芒果味，而且佢每一份入邊咧就含有150毫克嘅咖啡因。除咗咖啡因之外咧，佢仲有茶氨酸、瓜氨酸、精氨酸等，可以做到增強耐力同埋保持肌肉嘅。咁佢同埋呢個一水肌酸咧，我就係每一次運動前半粒鐘沖嚟飲嘅。不過呢個我提醒翻，你盡量唔好喺夜晚飲。我有試過夜晚做運動之前都整一杯，的確啊，做運動係好精神，瞓覺咧就可能會有少少困難。但係如果你朝頭早做運動嘅咧，做重訓之前整杯嘆下。最後就係呢個一水肌酸啦。咁呢個咧其實就完全冇乜味嘅。我上網睇話佢係健身界公認嘅最好補劑。呢個咧每一次用咧就用好細殼嘅啫。咁我初頭做重訓嗰陣咧，第二日瞓醒啲肌肉好似嗌晒救命咁樣。咁我就上網揾到有關一水肌酸嘅嘢。咁其實佢嘅作用好多嘅，佢係補充翻肌肉入邊嘅磷酸肌酸啦，同埋係幫助修復翻你嘅肌肉損傷嘅。咁有人係運動之前食，有人係運動之後食嘅。咁我自己咧就係運動之前沖一杯嚟飲，我覺得呢個係好大分別嘅。你會 feel 到你自己舉鐵嗰陣啲肌肉繃得勁好多嘅。咁除咗呢3樣嘢之外啦，你哋可以上翻 Natural King 嘅官網度。咁今次同佢哋合作咧，你用翻我嘅折扣碼 KOU，咁就可以享有呢個10% off 嘅優惠。喂，如果已經的起心肝準備減肥嘅朋友，不妨過去呢個網站度睇睇。好啦，咁今次呢條片咧差唔多到尾聲啦，強烈建議你踏出第一步。咁有咗呢個運動習慣之後咧，其實我自己都有少少想報呢個 gym 室做下，因為始終減咗肥，有咗做運動嘅習慣同埋健康飲食之後咧，我人係精神咗好多嘅。咁我估計之後應該會繼續 keep 住做運動。咁亦都希望睇緊呢條片嘅你啦，可以踏出你嘅第一步。好啦，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，可以撳翻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。如冇意外嘅話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